中央已经将各中小每一班拢装冷气系统，统一定伫明年5月。对此，议员刘维英依照高雄装设的进度为例，除了积极现况，咱各校装设甲电力改善的进程有卡延后，希望年底会当全面完成以外，嘛将对中央所定的时程，毋望因应极端的气候，咱台南对4月得当提早实施。因为一些耗材或者说一些这个材料的来源，所以没有办法导致能够这么顺利完成。可是高雄已经做了这个相较之下，我们的台南好像进度跟效率上就比较慢了许多。而且特别请这个局长跟科长应该抓紧时间。为什么年底要能够全面完成？因为台南其实是这个全台湾日照最久的一个城市那虽然这个5月是夏天的高峰期，但是以过去的台南，有可能在4月甚至这个有时候比较早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天气会变得比较的炎热电力系统改善，我们的期程是在这个年底。其实包括冷气的装置，我们也是原来预定这个期程，而最近有的厂商他可能有一些这个厂房的问题所以后来再申请中央全国性的让它再演。不过总的来讲，行政院已经定调，在明年2月一定要把整个工程都整个完成。那台南市我们其实是超前部署，不过南部也面临一些施作厂商人力比较不足的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尽量去协调。那希望能够如期完成。我们就加油啦也不要输高雄啦我们一起努力是。虽然每一班拢装冷气的政策明年才正式实施，不过议员嘛质疑有一寡学校甲班级已经启动冷气。对此，教育局强调，未有这款的状况，应该是原本该校或者是该班的家长会已经有赞助冷气使用，并不是新设立。但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